满理是道，自己都是对的，自己都是委屈，别人都是错的，你都是对的。男女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是平等的，也没有所谓你对我对，你错我错，你懂吗？虽然我年纪比你轻，但不代表你的社会的经验比我丰富，看过的是是非非，遇到的风风雨雨有比我多。你错了，你真的错了，你真的是大错了。我今天充满的遗憾，身为一个女孩子，也身为一个妈妈的人，为什么会一个网络好好的平台，有办法玩到走火入魔？走火入魔。当然的，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、看法、想法，都是不完整、不一致的。但你要切记，但你千万要切记，切记一点。我希望你晚上在睡觉的时候，你把枕头贴高一点，好好的沉思，好好的想，也不要完全去怪对方。事出必有因，事出必有因。什么叫做事出必有因？没有两个铜板是拍不响的，也没有所谓你受什么委屈，受什么折磨，我也没有拿刀拿枪压着你说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，你懂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感情方面，就比如好像我们去公园散步，在放风筝一样，那个风筝的线要慢慢的拉，慢慢的拉，慢慢的拉，不能拉太快。当你拉太快，这条绳子如果断了之后，那就是要解散了，绝对要解散了。这段感情一定要解散了，你懂吗？你了解我的意思吧？我知道你有在看我的直播，因为我很了解你的生活作息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，因为我毕竟有跟你在一起过，你几根毛我都知道，看出出。
你心里面在想什么，我也都很清楚。你的一举一动在干嘛，我也清清楚楚。你逃不过我的法眼，逃不过我的手掌。那没关系，你你对我有什么怨言，你就做提高就好了。我绝对会配合你到底。每一场官司，我都会面对到底，绝不退缩。我会勇敢面对你，赢输也不是由你来决定，是由法院来认定。我所说的一切，从头到尾，你也不用完全的认同接受，这是我的看法，你也有你的看法。我没有一定要你认同我的想法看法，懂吗？敬爱的先进女士，敬爱的空中的先生，各位大哥大姐、小弟小妹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你们的宝贵的时间了。我在这边在此也祝你们每天顺顺心心、快快乐乐、开开心心、阖家平安。如果你们认为我说的，你们听了觉得合情合理的，帮我打+1。敬爱的线上的所有的贵宾，各位的先进女士，各位的先生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人要做好好榜样，大人的一举一动的行为，小孩子都会目睹见证，他不会说出来，他心里面都会去想，我的妈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一个人说，两个人说，三个人说，都无所谓。太多人说，就是你本身有问题，我们就要自我反省、自我检讨。
我常说一句话，我常常说一句话，我常常说一句话：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人没有十全十美，有正的，有负的。做错事不可耻，最不可耻的是做错事不认错，还要硬凹。软较肉嘛是有香。你一个谎要骗，可以骗多久？线上的敬爱的空中的先进女士、先生，我这样说有不对吗？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难道都是我不对吗？难道我该死吗？敬爱的、先进的，以及我们的线上的所有的贵宾，如果小弟在这边有打扰到你们，请多多包涵，多多见谅。身为都是台湾这块土地的国家，以及我们同胞者，我在这边深深的一鞠躬，向你们致敬，晚安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发大财。现在时间也来到不晚，不早了，我也不想再打扰你们的睡眠，你们也早点休息。明天要上课的上课，明天要上班的上班。也希望所有线上的观众，我们人要做好好榜样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遗憾。当你做好好榜样，小孩子一定会掌声叫好。如果你要小孩子尊重你、尊敬你，你就要先懂得自己尊重自己。当你不尊重自己，
我也相信，小孩子更加不可能尊重你。今天，所有人可以听到我这段的深感，内心发表出来的感言，你们会增加很多知识，更多的尝试，也祝福大家可以在今年当中，凡事都步步高升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大家，拜拜。